来看台北市政府拍算要来引入这只智能的机器狗，要毋过呢，有机关是表示讲，这个机器狗是中国制，有可能会甲资料传转去中国。使用机器狗呢，嘛可能违反着资通安全法。即马台北市政府是回应讲，这只机器狗呢，伊的资讯安全是有经过检验，嘛无连着网络。未来会请第三方来检验，确定无问题，才会来施行。 台北市政府引进智能机器狗，希望用伫人行道做未来道路维护的参考。这个代志嘛引起讨论。有机关指出，这个机器狗毋但是中国杭州宇宙科技公司制作的，而且5月这间公司都互美国质疑，可能会将资料传给中国。有机关就指出，使用机器狗已经违反资通安全法，必须要经过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所说的这个大陆厂商要核定之后。 才能够去采购。那如果没有它如果是这个经过经济部投审部认为它是具敏感性或国安含资安疑虑的范畴，就不得采购。机关嘛批评，这只机器狗要参与中国的军演，若是未来真正用伫台北市，甲街仔路的资料回传，可能会有国家安全的疑虑。台北市府回应，这只机器狗的资讯安全有经过厂商的检验，无连接网络的功能，未来会请第三方的机构来检验。 环境资讯的收集部分，我们也不经由它，是由我们背负的台湾自行开发运用的环境照相机来做取得，所以说并不会有数据传输的问题啊。那有关治安的这一块，我们会再做审酌。针对市府之前宣布会伫9月，互机器狗伫中山区试验，市府表示目前还未通过核准的程序，会针对大家提出来的疑虑，搁再讨论，确定无问题了后，才有可能上路。记者桂宗林、郑俊佑台北报道。